喂，施嘉媛，點解播緊校園小記者會變咗常識 ETV 㗎？喂，靜蘭，冇搞錯啊，睇埋先啦。係喎，你哋喺邊度嚟㗎？我喺石頭爆出嚟㗎，我阿媽都係咁同我講㗎。邊度係咁㗎？目標出現。咦，咁熟口熟面嘅，邊位啊？佢就係五姨黃國薇 Ada。多謝多謝。Ada 姐姐，你做童星啊？我幫教育局拍咗集 ETV，節目名叫做《多多的問題》，我係飾演地球人。你咪地球人咩？係 ETV 係講我接觸到外星人，要教佢哋點樣做地球人，要保護自己身體嘅私隱部位。嚇！私隱部位，性教育？冇諗埋啲歪嘢。冇啊！一齊睇片啦！嗨，地球人你哋好啊！外星怪物啊！不過睇落去紫色嗰隻都幾得意啊！我好中意佢哋啊！哥哥，你捉俾我啦！地球人咁怪㗎，咁熱都要着住啲咁嘅嘢。多多，你好冇禮貌啊！你知唔知着好件衫都係對人嘅一種禮貌嚟㗎？其實呢啲係衣服嚟嘅。點解你會有機會拍 ETV 嘅？因為我之前報考咗香港電台小演員，經過2輪嘅考驗之後，我便成功成為 ETV 嘅小演員。跟住你會忙啲乜啊？我會繼續拍 ETV。之前拍咗套連續劇 TVB 遲啲回播。你點樣兼顧做演員同埋讀書啊？我要多謝媽咪幫我好好編排啲時間，其他嗰啲濕碎嘢全部都唔使我理嘅，我淨係用心去讀書同埋演戲。哇，咁好啊！當然我都會冇咗啲時間去玩，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嘅。好，節目時間到，多謝 Ada 接受我哋校園小記者嘅訪問。拜拜。Ada 姐姐，你做童星啊？我幫教育局拍咗集 ETV。姐姐，你做童星啊？我幫教育局拍咗集 ETV。